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是大学指定考试的头一天，天气会真热，东南部有机会会透火小风。咱来看温度。伫今日甲明仔载2天，西南风会增强，水汽会变较高，南部是爱细致上大雨，但雷公甲强阵风。若中部甲平湖、金门是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今仔日是大学指定考试的头一天，南部爱细致上大雨，若伫北部甲东半部是爱细致高温。大台北、桃园甚至有机会会出现38度的高温。昨昏台北天母就测到高温38度，其他所在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是33度至35度。从昨开始，咱全国的防疫警戒是降做2级，各地头拢有出现游客，虽讲有降级啊，不过真侪景点嘛受做人数的管制，甚至食物件的方式嘛拢有规定。游客骑沙包车伫咧海边佚佗，欢喜享受日头。降做2级警戒头一天，花莲新城海边业者总算是有胜利啊！我发现今天的那个教练人数可能会比你们游客还多吗？对啊，有那个 VIP 的感觉。有名的景点李溪潭嘛宣布开放会当做水顶的活动，游客伫咧防疫警戒降级的头一天来体验。虽然来佚佗的人也无侪，不过实联制个消毒也是爱遵守。水顶活动伫咧进行的时阵，喙暗也是爱刮的。有点兴奋又有点害怕，没玩过嘛，对不对？游客来到鲤鱼潭这边，或者是所有的户外，都还是要全程佩戴口罩。降做2级警戒了后，南投合欢山嘛有袂少游客来爬山。为监视器的画面来看，合欢山游客中心的停车场是已经停真侪车。另外，武岭镇的人真是搁较侪，袂少游客是真欢喜伫遐翕相。德鲁古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武岭镇的限制人数提悬到52个人，也若合欢山的停车场，停车的限制是5成以下。不过前提要是要遵守防疫措施。那虽然现在是这个降为2级了哈，那其实仍然有风险，游客没事的话尽量不要散山。也若南投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停车场，透早就停到满。真侪游客抢伫降级了后的第一时间，就要来遮佚佗。我都是一直想溪头这边的绿油油的绿色丛林，让我的眼睛都长亮了。溪头自然教育园区为27开始开放会当伫咧现场买票，管制人数的限制是3500个人以下，嘛开放游览车会当出入，每一台车上侪会当载20个人。伫咧依市社交距离的前提之下，游客会当伫咧园区内底食物件或者是啉茶，不过食了要是爱甲喙暗挂起来，嘛要做好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内传出有100外个高层赖的通讯软体互骇客入侵，赖的台湾总公司伫顶礼拜发现了后，就随去处理。因为牵涉国家安全，所以紧急强化系统，冒发出警示提醒用户。最近总统府冒向国安会报告，国安会即马正在调查。来看《中国时报》，台塑集团是宣布讲要捐新台票10亿，要互咱政府专款专用来协助受疫情影响的产业甲民众做伙渡过难关。这嘛是台塑集团有史以来捐上侪钱的一届。来关心《联合报》。台中、彰化等一寡县市最近拢咧替国中甲高中的老师，抑个补习班的业者、公车司机这人做预防车。也毋过昨昏说，中央要求冻点，因为中央是讲目前因敢若同意做册，无同意注册，也未做的拢爱慢车注，这是引起地方政府不满。南投县长就放调讲，要串联其他的县市，抑个校长去中央抗议。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也佫有一个带病入境的病例，甲一个人死亡。针对预防车注射率，目前已经要挖29%，全国已经超过700万人注过头一档预防车。那预防车的登记平台，伫昨开始嘛开放国产的高端预防车这个选项。国内疫情警戒为3期降到2期的头一天。增加16例新冠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桃园市6例上侪，其次是台北市5例、新北市4例、新竹县1例，各增加1例死亡个案。那这些都靠地方政府大家更努力的运用这个相关的疫调的一些平台，那能够把它串联起来那目前在疫情，它还算是有控制住
疫情较稳定，注疫苗也积极进行。指挥中心表示，公费疫苗预约平台为拜二27日下午2点起重新开放意愿登记，搁增加选择主高端疫苗选项。我会提供一个新的选项，就是高端疫苗哈。不过现在开始接种的时间还没有明确，我们要看看这个整体的供应量的一个情况。高端的疫苗是20岁以上的民众才会登记，那才有预约，因为他现在到目前他的 EUA 可以使用的年纪是从20岁开始。但市长提醒，民众完成意愿登记了后，系统平台会按照疫苗分配情形，甲参照民众登记意愿，通知符合预约资格民众收到简讯的人，才会当进行后一步预约注射。根据指挥中心统计，8月26日，注疫苗超过29.5万人次，各创单日新冠纪录，累计疫苗注射量已经突破700万人次，疫苗人口注射率是28.74%。记者综合报道。昨昏3级警戒降做2级，幼稚园会当恢复上课，所以昨早就一寡家长带囡仔去读册。一透早，家长带囡仔来到已经2个月无来过幼稚园准备上课。日前全国防疫警戒降级，新竹县市老师注疫苗的状况已经超过9成，不过家长嘛是聊聊啊烦恼。大家尽可能就是能够控制大家防疫上的一些控制部分，大家尽可能去做而已啊。小朋友他比较不会保护自己，有时候他不会去一直勤洗手啊，或是说口罩没有戴好，这个家长都会很担心的。还讲第一天有来幼稚园的囡仔大概1/4，真无简单，才等到会使上课的这天，政府也有交代，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我们学校120个孩子，然后大概有33位会回来。然后，因为其实今天刚好是非营利收托这学期的最后一天，但很多家长可能想说，那个可能就是等到8月再过来。新竹市这幼儿园的老师疫苗接种，超过94% 哦。教师们或者幼儿园的老师只要大家还有意愿那市府都会尽力的来协助大家做疫苗的接种除了幼稚园开放上课，公园的部分也已经完成游乐器材消毒，准备开放。不过，嘛是要提醒家长一定要挂好喙炎，并且做好防疫相关措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9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18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599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500万例，印度超过31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900万例。欧洲迄边，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57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600万例。英国的专家即马是警告讲，Delta 变种病毒是目前全世界上大的威胁。若伫泰国，虽然因为新生预防针验过数量无够，所以泰国政府即马要身体高风险族群大型注射。若伫印尼的紧急措施拍算又搁要延长。美国的纽约市政府甲加州即马是要求员工一定要注意风险，若无则逐礼拜拢爱做体检。接来，咱来关心疫情的综合报道。伫东华因为Delta地输着病例数大大增加的纽约市，即摆市政府宣布，伫公部门工作的员工，包含警消、教职员甲医护，拢爱注疫苗，无只每礼拜都要进行体检。伫西方的加州，嘛是共款做出即种的决策，为8月初2开始实施。246,000 Californians should be vaccinated, and if they're not vaccinated and cannot verify that they've been vaccinated, we are requiring that they get tested. 预约的时间一个到，上千的民众乖乖排队伫疫苗注射站外等待。泰国政府扩大疫苗注射的对象，像讲60岁以上的长辈、有新的负责人，也甲体重超过100公斤的民众，拢是高风险族群，列入即届注射名单。目前泰国疫苗大港产量无够，疫苗持续欠缺，A 级药厂也考虑要为其他的所在进口疫苗，提供予东南亚国家。
Dengan mempertimbangkan aspek kesehatan, aspek ekonomi dan dinamika sosial, saya memutuskan untuk melanjutkan penerapan PPKM level 4 dari tanggal 26 Juli sampai dengan 2 Agustus 2021。第一塔变种病毒伫印尼，还佫伫传国内累计确诊已经达到310万。印尼当局第二遍延长紧急措施，面对不断爆发的抗议，佮加上企业财团的压力，政府决定予部分经济活动未解封，毋是民生必须的店面会当营业到下晡3点，来解决掉百姓的生活压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南北韩的局势有重大进展，双方长413天的两韩热线已经重新启动，伫昨昏恢复通话，虽讲敢若短短3分钟尔，也毋过意义重大。 남과 북은 7월 27일 오전 10시를 기해 그간 단절되었던 남북 간 통신 연락선을 복원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 南韩青瓦台拜二早起宣布重大消息，中断13个月两韩热线立即恢复通话。 남북 양 정상은 지난 4월부터 여러 차례 친서를 교환하면서 남북 간 관계 회복 문제로 소통해 왔으며 이 과정에서 우선적으로 단절되었던 통신 연락선을 복원하기로 합의하였습니다. 青瓦台讲，两韩27早起10点对线路做测试了，双方热线伫11点左右接通。南韩也公开通话画面。 오늘 그 남북 통신 연락선이 복원된 만큼 이를 통해서 온 결의에 기쁜 소식을 계속 전할 수 있게 되길 기대합니다. 虽然通话时间只有3分钟，不过对这份冰冻的两韩关系会当讲是重大突破。北韩的官方媒体朝中社也发表公布，证实两韩重启通话，也特别讲全民族都希望这么伫个错节甲停滞状态北南韩关系量早恢复。两韩进前会用热线沟通双方的事务，也过去年6月，北韩因为不满南韩的民间团体空票反金秀政权的传单，单方面切断热线，又过召开两韩联络办公室，双方的关系降到冰点。这边重启通话，发生者形容讲，互人想袂到，认为这是2018年两韩国峰会了，南北韩第一遍有积极的进展。南韩的学者是分析讲，北京伫咧进前表示想要谈判。 北韩这边同意恢复热线，是金正恩对美国所做的初步的回应。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越南疫情变严重，本土病例估计只就新增加7911例，已经连续5天一天拢超过7000例。越南的官员是表示讲，越南即马已经甲日本签约，打算要生产日本做的预防车。 来关心 Delta 变种病毒高团，美国的卫生单位即马改变政策，呼吁预防车注射伫室内嘛是爱刮水安，因为因调查发现讲有注也无注，无论有注无注，怀着的人体内的病毒量拢变侪。来关心东京奥运即马正在举行，日本的东京都一日是新增加2848例创下新高，伫边仔的千叶县。 一天是新增加405例嘛未少，千叶县拍算拜托中央，甲因纳入紧急事态范围。镜头过转来，咱来关心咱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6例，咱台湾的本土病例目前计共14288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县市，新北市是6767例。 台北市是4783例，超过200例以上的县市，伫桃园是778例，苗栗549例，嘉南313例，彰化272例，台中有206例。另外，昨昏有新增加一个死亡的个案。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599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288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上报伫昨昏计共新增加9个本土病例，因为其他县市即马拢开放伫餐厅会当现食，也毋过伫上报两个市长态度拢较保留，认为爱看疫情的变化，才搁来调整。啊，若伫台北市昨昏新增加的病例内底有一对白仔囝，这个老爸是 AIT 的员工，也毋过伊已经做过2档 BNT 的预防射，嘛是去画着。
我今天最焦虑的是这个，你知道，慢慢解封要控制到什么程度才是安全的？我看这全世界没有先例可以看，我们现在等于是摸着石头过河，你知道。疫情警戒降级头一天，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心情无度轻松，因为27日台北市新增加本土确诊病例5例，其中3个无症头。郭文哲坦白讲，要无病例真无简单。看到真个国家解封了后，疫情佫回扩，伊烦恼会伫台湾定演。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是真注意看台。这个礼拜非常的重要，所以一早我特别了解交通局所掌握的整个人流跟车流的状况。那目前在今天的这个车流的状况是比往常大概增加了5%左右。真侪场所渐渐放宽限制，不过对于餐饮会使点来食，湘北首长态度拢是真保守，坚持爱阁看至少1礼拜。因为新北市27日新增加4例本土病例，其中2例感染源爱阁查。湘北当时公布确诊者的卡热，除了3联堡的家乐福、超市，也有北美馆、捷运圆山站、芝山站、乐基大饭店、南京馆、内湖的饮料店，也有沃俊大迪店，也有中村国宾影城。其中按15680，也甲按15681。是白仔研判是加速收尾，佮传出按15681是美国在台协会已经做过2剂 BNT 疫苗的本国籍员工。我们不方便证实他的工作的地点，但是只要是确诊的，我们都已经做完相关的疫调，那相关接触的人员也都已进行匡列，所有的工作场所里面只要有接触跟相关的场域，我们都已经看过，而且都已经完成清消。中原普渡要讲话，台北市政府原来做出防疫指引，对于宗教团体无开放了境进香这个活动，除了禁止饮食、拜拜用煤灰做，都爱人流管控。上重要就是室内袂使超过50人，户外袂使超过100人。若做人数超过，就必须爱先向台北市政府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放零了后，即马伫家人嘛会当开始家人庙口休困2月1日后，已经恢复做生理。严格有一寡防疫措施的规定，亲像讲一定爱采假帮，嘛一定爱挂喙罨，而且生理人拢爱挂面罩。有真侪人客是专工为湘北过去的，市长林佑昌就表示讲，若准人数人真正伤济，安尼就会做人数的管控。老板，我要一个草莓牛奶。人客点泡泡冰，头家赶紧依照口味将材料放入碗中来拿。对店家来讲，这个动作虽然是熟练，不过顶一摆做这挂流程已经是2个多月以前的代志。家人庙口也7日7恢复营业，店家特别加强防疫作为，就用无收钱、减少接触、支票啊去交代机会。一个站前面，一个站后面，然后当然是由后面的人来制作冰。对，找钱的话都是由前面来找。尽量不接触就对了。平常的话是排队间隔了，排队的话可是如果很多人的话，我们就拿号码进拿号码，他们可以不用记在这边，可以去观光再过来拿。家人开放餐饮内容，庙口馆下除了准备假帮，也减少座位数，不过也是有业者无开放内容，也有不少民众来自无开放餐饮内容的新北市甲台北市。一开始如果大家都内用，然后不小心的话，自己也不想成为那一个破口这样子。那我想说，暂时可以外带的话，也还是不错的这样子。对，终于吃到，然后可是还是很害怕，因为其实我们不太知道说到底可不可以边走边喝东西或吃东西。但我这饮料买了很久，可是还没动过一口。不少外县市民众伫警戒降2级的头一天，就到庙口夜市消费，下到3点外就已经出现人潮。夜市主治会也赶紧公布提醒民众保持距离。大家尽量不要人挤人然后这个人多的时候，我们自然管理人员就会进行提醒的一个动作。林佑昌表示，庙口夜市上大用流量2000人，基隆市政府也甲公建议合作，透过 AI 人工智慧人流监测系统，监控人数，降低可能的群聚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预防射注射率已经要挖29%，全国超过700万人做过头一档预防射。新北市从昨开始，嘛替市场者也个庇护工场的员工做预防射。那一寡照顾弱势的庇护工场，因是表示讲，虽讲即马已经降做2级的警戒，也毋过因的订单生理也是恢啊，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恢复正常的生活。
视障者坐定，医师塞简单的车替因看诊，再搁由护理师来替因注射。阿东病院这运站的连通道变做是临时注射站，立伫咧第5类视障者朋友讲，总算等到因注射。然后是我们的那些工会协会去争取，才有这个机会可以赶快打。疫情如果没有解除的话，愿意来按摩的人可能意愿也不会很高啊。虽讲列伫咧第5类，不过因为唔是照顾型机构，较属于工课场，所以配到疫苗的速度较慢。新北市是向卫生局申请专案的方式，身体视障者甲庇护工厂的相关人员，计共1700多位做册，拍算8月初就会注射。这个身障朋友，阮拢会用敲电话吼，甲因联络吼，甲因讲。为搭一个捷运站出来，吼，啊，阮拢会做导引，嘛有联络这个捷运站的这个警察迄边吼，互因知影讲，今仔有足侪身障朋友会来咱亚东医院来遮打疫苗。那目前说真的，我们的门市的业绩非常的差，所以我们的洗米定价都是退订有100万以上。无论是3级或者现在刚刚降级来说，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回升。就算中央宣布防疫警戒已经降做第2级，不过庇护工厂的生意要是无起色，众人拢希望要是爱紧注到疫苗，量早恢复正常生活。记者阿敏珍、林学凯，新北报道。国家音乐厅本地伫拜6的时要举办山顶的音乐会，也毋过即马咱的防疫警戒已经降到2级，所以全决定讲要开放民众会再入场去听音乐会。另外，国家图书馆伫昨昏嘛已经重新对外开放，也毋过伫门口口有显示馆内人数上侪袂当超过288人。我要坐中间的，中间要坐到最后一排嘞。民众入场来买票，因为疫情警戒日开始降到第2级。国家音乐厅原本拜6的山顶音乐会决定开放卖票，予民众入场来看。即摆开放5成左右的位，500多张的票开卖第2天下晡就敢若剩60几张。这次也会特别加强的，也是人流的这个动线呢，因为通常一场演出演完之后，大家会集中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散场。第几排之前的人请往这个门走，第几排之后的人请往那个门走，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就是会多一点点的限制，让大家的走路的那个动线跟方向，这次会多做一些的规划跟要求。工作人员替民众服务借册，国家图书馆嘛重新开馆，民众会使来看册、自习。馆内的人数是限制伫咧288人。有设计了这个人流管制的一个电脑的技术的方式，那所以只要进来就可以看到目前在馆的人数有多少人。比如说6个人的位置呢，我们只有2个人坐，那2个人坐中间会有一个塑胶的隔膜。那如果4个人的座位呢，我们就1个人坐。李义勇表示，讨论是顶较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的空间，要是维持无开放，这个空间会继续遵循中央的防疫规定，未来才来建议开放。记者郭北坤、郑派文台北报道。疫情警戒降做2级了后，伫庙口庙埕嘛当开放演戏、搬歌戏，也毋过演员要做戏之前，嘛爱提出快筛阴性的证明。高雄伫这2天就已经有剧团向文化局的申請，其中某些的剧团已经开始咧搬歌戏啊，生活一旦恢复正常，大家拢真欢喜。林武大天府庙埕真闹热，降级第1天拄到新明生日，庙司解封嘛请剧团来谢神。虽望看戏的民众无济，不过演员拢真欢喜，因已经2个月无演出，降级了后头摆表演嘛唔免挂喙暗。台上他是说可以口罩拿下来，那个真的是戴着口罩没办法呼吸，没办法演，真的是天气太热。已经大天府这嘛是已经有取消啊，但是有听到讲解放人阁是打电话来讲要恢复，啊，但是有的庙就无恢复啊。团长讲，这3个月取消50场戏，损失介大，即马总算会当表演，配合防疫，台前准备 QR code 实联制，嘛禁止观众来后台。为着会当免挂喙暗上台，有2团的演员前1天就先来病院接受快筛。农历28号就是慈父千岁生日，然后19号是观音菩萨生日，
对，所以我们要前往演出。然后这次因为快筛，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脱掉口罩。高雄市府提供艺文工作人员免费快筛甲防疫顾问，这2天陆续有5个剧团申请，佮拄到新明生日闹热，民俗艺文团体拢希望赶紧登去舞台，豆豆恢复正常生活。记者陈嘉文、刘伟做高雄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大部分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会落西北雨。今日嘛是大学指定考试的头一天，伫南部是爱细日上大雨，若北部甲东半部是爱细日高温。大台北甲桃园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5度。再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